黄世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伟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哟，有开心吗？今天有空吗？这句话是这么讲的：今晡日你有闲吗？今晡日就是今天，这个字应该要很熟了吧？徐伟老师教好多次喽。有闲，有闲，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啊，闲就是很闲的那个字。有闲吗？有空吗？他说有啊。当然有空啊，有什么事呢？有嘛给事呢？有嘛给什么事就是事情？有嘛给事呢？有什么事啊？安不呀？安不呀？什么是安不呀？就是今天晚上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今晡日，今天还有安不呀，就是今天晚上。安不呀？哎呀，我这边周闹捏耶！徐伟老师小时候家里住在苗栗玉清宫那个地方，就常常会周闹捏。做热闹，也就是有节庆活动的意思。周闹捏，来本爱抢，来给我请，就是来我家做客。整句话再念一次哦。安不呀，爱呀，周闹捏，来本爱抢，来给我请哦。我们今天请到美女何丽玲小姐开口讲客家话喽。今晡日有闲冇？有嘛该先哦。爱周闹捏，来本爱抢啊。好啊。徐薇记得小时候啊，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我的奶奶呢去看周闹捏的活动了，很好玩，有吃的有玩的哦。周闹捏学会了吗？好了，安之 say 哦，拜拜。